宜蘭東部海峽昨暗發生規模5.2的地震，新北甲宜蘭震度3級。也氣象署分析講這擺地震是板塊撞入去另外一塊板塊下骹，深度較深，地震尾感覺無明顯。15暗7點半，東部海峽發生明顯的有感地震，規模5.2，深度66.6公里，嘉義100個縣市攏有感覺，上大震度佇咧宜蘭縣新北市3級。氣象署講，這是溫脈型地震，深度較深，規模也無超過6，地震尾感受較無明顯。這個區域已經就定定有地震。去年在年底的時候，12月27號，我們有測到，在這邊有測到一個20號這個地震是規模7.0的地震。那同樣都是淹沒在這個地方，比較小的餘震的話，我們大家都感受不到，因為它的距離地表比較深。氣象署統計分析歷年來地震的次數，台灣每年平均會有4遍規模超過6個地震，今年到即馬已經有1遍。不過地震無法度預測，大家愛隨時做防災的準備。頂個月底，日本熊本發生規模7.1的地震，災情嚴重。專家講，今年到8月中，全世界發生11遍規模7以上的地震，上大規模是6月初7，菲律賓的7.8地震，甲過去100年捌發生過地震的溫脈帶，甲最近發生過規模7以上的地區摕來比對，發現4個抗北帶。在那個智利的中部到南部這一帶，那另外一個就是在阿留申海溝另外就是在那個勘察加半島到北海道之間，紐西蘭的這個南部那個這一帶，就是這個4個區是過去那個能量那個比較沒有釋放的這個區域。國家文講，照以前的平均值，佮比對今年地震的次數，今年全年規模7以上的強烈地震數，大概是15到16個，算是正常偏多。記者綜合報道。